各位親朋好友，中午好啊！咁首先真係好多謝大家啦，一早過嚟參加我同 Ben 嘅婚禮啊！請容許我藉住呢個機會啦，咁同大家講幾句多謝嘅説話嘅。專程喺海外翻嚟嘅朋友啦，有啲係琴晚甚至係琴晚先至落機啦，今朝一早喺現場已經見到你哋啦。咁你哋嘅心意呢，我哋都真係非常之感動，亦都收到。多謝我爸爸媽媽啦，感謝你哋一直以嚟嘅養育同埋教導，陪我經歷咗畢業、組織家庭到今日結婚呢啲重要嘅人生階段。你哋永遠係我最堅強嘅依靠，亦都多謝 Ben 嘅爸爸媽媽都養育咗 Ben 咁多年啦。特別想多謝我嘅姊妹團啊，因為婚禮嘅時候之前啦，都遇到一啲突發嘅狀況啦，你哋都二話不說咧，係連夜開會重新安排過個 run down， 先至令到今日一切咁順利嘅。咁亦都多謝兄弟團嘅全力幫忙，你哋嘅付出咧，我哋兩個都會記喺心入邊嘅。咁仲要多謝我身邊嘅老公啦，我第一次咁正式咁樣叫你啦。咁上個禮拜咧，你帶病啦，都有幫手籌備婚禮啦。咁見到你今日精神奕奕咁出席咧，我都真係非常之開心同埋感恩嘅。我哋拍咗拖已經4年啦，咁呢4年入邊，你嘅性格一直都好穩定，唔容易發脾氣。就算偶爾我哋會有啲打鬧，但係你都好快俾我即日都氹翻，係啦。咁呢份溫柔同埋包容，唔需要令我唔需要為無謂嘅拗撬去煩心，咁就俾我深深感受到，你就係我生命入邊最值得珍惜嘅人。Mandy、阿 Ben 作為你哋嘅婚姻監理人，喺兩位結為夫婦之前，我喺職責上面要提醒你哋，根據婚姻條例締結嘅婚姻係莊嚴而具有約束力，喺法律上面係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唔容許他人介入。因此，你哋嘅婚禮雖然冇任何世俗或者宗教嘅儀式，但係本人同埋家現時在場嘅人面前，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同埋簽名為證之後，就會成為合法嘅夫婦㗎啦。首先問一問阿 Ben， 你是否願意娶 Mandy 為你嘅合法妻子？梗係願意。Mandy， 你是否願意嫁 Ben 為你嘅合法丈夫？我願意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何仲文願意你盧宇斌為我合法丈夫，並承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、富貴貧窮，我永遠愛慕你、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今日我想話俾你知，之後無論行到邊度，我都會繼續拖住你嘅手，陪你笑，陪你喊，陪你經歷人生嘅每一個高低。你嘅幸福就係我最大嘅責任，所以喺呢度向大家宣布，我會用我一生去愛你、照顧你、保護你，直到永遠。我愛你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盧宇斌願意你何仲文為我合法妻子，並承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、富貴貧窮，我永遠愛慕你、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